我已經知啦。I know。3、2、1 ，AC 米蘭。AC 米蘭。下一個。Oh yeah，好靚仔啊！好靚仔，我覺得。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期睇 logo 估球隊。大家唔好睇，以為睇呢一啲足球嘅 logo 估球隊啊，打咩？對於我嚟講真係實在太 easy。我哋睇呢一個，冇錯就係呢一批胸前廣告嘅 logo 嚟估呢一個球隊。所以今日就有請我哋呢一個黃生一齊參賽嘅。獎品係乜嘢呢？如果黃生贏咗，因為佢今日好想去食廣州開咗一間阿仙奴主題嘅粵菜館，佢就好想去。如果佢贏咗呢，佢就有得去食啦。咁我今日嘅目的呢，就係想睇 Snow White 呀，冇錯。所以呢，今場比賽呢，就決定我哋今日嘅行程緊啦。話少講，我哋有請黃生出嚟。要用飲杯水潤下先啊！我遊戲規則係咁，每次展示 logo， 兩人必須同步講出答案。第一個太簡單，3、2、1，巴塞。你唔係好簡單咩？英超嘅。3、2、1，巴里頓。耶！我哋攞翻本簿嚟記翻我贏先，下一隊我知。呢個好簡單啦。3、2、1，曼城。紐卡素。等陣先，未睇到。我知。快啲啦！馬體會。Yes， 你而家先講咩啊？利雅得咯。利雅得咩球隊？C 朗嗰個啊。我趁家，我認得好正常吧？你車仔好似下一年都係呢個。真係啊？好似係。咦，咁 OK 喎，呢個我可以接受，因為佢係藍色。OK， 下一個。等陣，嗱呢一個唔可以講你阿仙奴，講其他球隊。3、2、1，皇馬。哇，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公司嘅。呢間公司我哋唔可以講名係咪啊？如果唔係嘅話，會唔可以播出啊？係咪？巴里頓。等陣先，你講咗巴里頓係咪？巴里頓。水晶宮。你知唔好畫到我件衫啊！警告你啊！係啦。我真係好憎呢啲贊助商，冇記憶點啊！呢啲贊助商。的而且確係，下一個。利物浦，唔使講啦。利物浦。德國電信公司 One and One，我有印象啦，得未？得啦。3、2、1，拜仁。乜嘢啊？你知咩球隊啊？你啱先講嘅係咩球隊？我係想講多蒙特㗎。唔係，你啱先講咗史洛克零四啊。咩球隊？都係德甲㗎。我係想講多蒙特㗎。我個腦入邊我夠想講多蒙特。我個腦入邊係黃色黑色㗎。下一個。老貓燒鬚啊！3、2、1，紐卡。扭你個頭咩？點解又紐卡嘅？下一個。卡塔爾航空公司。航空公司呢個好熟。你覺得佢係咪英超？唔係英超，意甲。點解咁 Q 多航空公司啊？我撞呢個，你得未？3、2、1，巴黎。你估邊個？點解你唔可以？我話知我而家講咗巴黎，你唔可以跟我講巴黎啊！你諗唔到啊？肯定唔係巴黎。白色衫嘅。唔一定喎，我話你知航空公司咧，通常會贊助一啲比較有名出名嘅球隊，因為佢哋有錢。肯定冇可能係總合，都冇可能係 AC。我估係巴黎。冇可能，法甲。里昂啦，里昂。肯定唔係巴黎。仲係 Nike 嘅時候都唔係多隊。俾大家知，我而家領先2分。下一個。下一個。American Express。好熟。美國。我知啊。我知啦。巴里頓。又係呢啲咁嘅嘢。我估佢。好。等陣先。
OK， 嗱，3、2、1喂，AC 米蘭，AC 米蘭，狐狸，李斯特城。李斯特城，我係 AC 米蘭。哇！哇！其實佢咁樣放喺胸前係幾好睇嘅，你講你感覺？大咗啲咯，肯定係個老細有 logo 要大。開始下一個。啲流量明星我都唔知啦。3、2、1，曼聯。我哋贊助呢個贊助商。我哋贊助。3、2、1，熱刺。你加油啊！我贏你2個。哦，I know。3、2、1，拜仁。哎呀！英超。我已經知啦。I know。總之我依家咧就領先2分，就算俾你追平，你都贏唔到我。唔係追平，俾你答啱咗呢個，你都追唔到我。OK？ 所以今日我要睇 Snow White。有咩英國嘅球會會去做呢啲公益嘅嘢？係咪心口㗎定係鼻張㗎？胸前㗎，我哋依家今期全部都係胸前廣告商，好耐啦，大家。好啦，嚟啊！早啊！國家隊唔係足球會。祖雲，你搞咩英國小朋友啫？都唔關英國事嘅。你唔好理，總之人哋就係放咗喺胸前，關唔關英國事？一答。Oh yeah！話俾大家知，我依家係比黃生優勝3分。咩題？我出一條俾你，如果你答唔到，你俾翻2分。好啊，你依家出。格力空調你都唔知，你最近真係少留意新聞。我同你，佢而家有一個超級球星喺綠色喎。等陣先，英超啊？曾經踢過英超，但係佢喺英超咧就唔係好順意，但係去到西甲之後咧，遇神殺神，遇佛殺佛，而家已經係世界級球員，唔係以前都係世界級球員，係佢仲有超級強嘅一個必殺技。我熟唔熟㗎？你絕對熟，你仲拍過佢嘅片，你有一條片係專門拍佢嘅。I know。邊個？狼隊，係咪？錯。西甲嘅球會，只不過係有一個英超嘅球星東窗嘅時候轉會咗過去。西甲好靚仔㗎。好靚仔，我覺得佢。依家最靚仔係利物浦嗰個喎，冇啦。唔係嗰種風格嘅。格力喎。我可唔可以睇西甲有咩球隊？我咁樣可以。你幫我撳出西甲嘅球隊嗰個 list 俾我就俾人睇。冇可能喎，睇下先。由英超過去㗎？係。英超冬季由英超過去。英超有邊個靚仔啊？過咗去西甲嘅熱刺嘅前鋒過咗去拜仁啊嘛。嗰個之前嘅啦，嗰個2年啦已經。佢又轉走咗啊？唔係啊，就係從英超直接過去㗎，就冬季嘅時候。唉，你輸3分俾我，我覺得你都。咩？明明啱先係2分嘅。如果你答唔到，你俾翻2分。你冇概念啊！你明唔明？開估。皇家貝蒂斯。我啱先就差啲想講呢一個咩球隊啊？邊個球星轉咗個頂流球星有超強絕技，你拍過？哦 ，I know，圓規哥。咩圓規？曼聯。安東尼哥。圓規一啲唔尊重。嗱，我就算我讓你3分，依家都係打平。依家先打平。嗱，可唔可以咁贏啊？你贏。咩叫贏就我贏啫。贏就俾你贏，去埋嗰度食飯得唔得？唔得。總之今日咧，黃生咧就輸咗俾我噶啦。然之後一陣咧，我哋就要去睇 Snow White。係 Snow White。
你知唔知白雪公主呢套戲教識我哋咩？話俾我哋知，原來靚係好緊要嘅，知唔知啊？唔靚就變瀝青啊！唔好嘅，呢個世界上我最靚。Famed is thy beauty, Majesty. 邊個最靚？你你講大話！我中意小矮人啊！你知唔知有嗰幾個小矮人好精緻。安東尼好靚仔咩？安東尼唔靚仔，你尊重啲好啊！你覺得依家英超最靚仔邊個？英超最靚仔 Rice 前三，因為英超太多靚仔，我好正確㗎，就得一個。卡拉菲奧尼咯，咖啡有邊個？我哋個哦，係喎，你阿仙奴都幾多靚仔啊！我最近俾啲大數據推到我，利物浦嗰個都 OK 嘅。我本身唔對於利物浦嗰個叫咩名啊？索博唔知乜。覺得佢唔係我中意嗰踢，但係最近真係俾大數據，佢隻眼睛真係迷死人。好，收隊，唉，加油啊！人食屎啦！加油啦！cut 機，拜。我特登唔放你三色，有冇放空？我特登唔放㗎。咦，歐爾咁熟嘅？歐爾咁熟嘅？歐爾係邊支球隊啊？歐爾係邊支球隊啊？歐爾。哦，呢件都係。我唔得，我一定要影低落嚟。